秋天咯，东北风真强哦，风力发电量嘛有成长。台电是表示讲，这个月初7到14连续8天哦，风力发电量有到150万千瓦，差不多是一台半的台中电厂机组的发电量。秋冬季节，毋那是天气转凉，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带动风力发电发挥。根据台电统计，这个月连续8天，风力发电相关发电量拢突破150万千瓦，而且规天稳定出力超过80万千瓦。除了伫秋冬空污季提供清气能源，也会当满足用电需求。整个风季，它未来就变成是我们在应付那个空污季，它其实是能够满足我们整个用电的需求，而且它能够去替代原来的燃煤的那个发电量。以台电提供的资料来看，统计到今年8月，风力发电累计总体用量达到245.5万千瓦，是去年同期的2倍较低。对比2016年7月67.1万千瓦，成长3倍多，就算是进前拄到风台来袭，有关风机的抗台效果，拢也是会当正常运转，无受到损害。只是专家提醒，风力毋那是买电成本悬，也佫有滥放性的发电特性，也就是秋冬发电量悬，热天发电量低，拢爱纳入用电风险考量。为了解决它的间歇性，我们必须要去布置一些这种快速起降的机组。那目前台湾主要的快速起降机组，除了抽蓄式水力就是天然气，那抽蓄式水力目前在台湾大部分的容量都已经被搭配在太阳光电上面，所以其实抽蓄式水力在台湾能够去未来如果离岸风电有什么变化，能救的几率是很小的。目前国内风力发电分做陆域风电甲离岸风电，也不过离岸风电因为建立伫海上爱靠海底电缆传输电力，安怎维持离岸风电稳定供电也是考验之一，才会当互风力发电成做稳定供电的帮手。记者综合报道。